當港澳嘅秋意悄然點綴街頭公園，千里之外嘅貴州正上演住一場大地嘅金色變裝。從都市園林到山野地景，今日帶你體驗截然不同嘅秋日美學，開啟一段貴州自駕之旅。港澳嘅秋天精緻如盆景，而貴州嘅秋色則係大地嘅豪邁詩篇。嘉榜梯田作為中國最美梯田之一，秋季稻浪金黃，規模宏大。呢個同港澳小巧靈俗嘅都市秋景形成咗鮮明對比。唔同於港澳嘅現代都市風情，西江千戶苗寨保存住濃郁嘅苗族文化。入住當地特色民宿，可欣賞苗寨同梯田嘅壯麗全景，感受同港澳快節奏生活截然不同嘅田園牧歌。貴州嘅秋天係色彩嘅交響樂，荔波小七孔喺10月宛如一幅色彩斑斕嘅畫卷，綠樹間點綴住紅葉，碧綠嘅湖水清澈見底。而作為佛教聖地嘅梵淨山，喺深秋時節層林盡染，疊翠流金，行走期間能感受到生命嘅靈動。貴州秋遊不止於觀賞，更重在體驗。你可以帶孩子下田捉到花魚，親手嘗試辣鹽，品嘗地道嘅酸湯魚。呢啲獨特嘅農耕與手作樂趣，係喺港澳難以體驗到嘅。嚟緊推薦一條5日4晚嘅貴州秋季精華自駕路線，此行亮點在於體驗千年農耕文明，品嘗地道貴州美食，並享受自駕喺多彩貴州嘅樂趣。10月係貴州遊嘅黃金期，天氣宜人，平均氣溫15到22攝氏度，且避開咗暑期人潮。呢條5日4晚嘅貴州秋攝之旅，能帶你邂逅最迷人嘅貴州秋景。2025年秋天，一齊深入貴州，感受呢片金色山野嘅呼喚吧。